你们的心思我懂，但我的心思你们不懂。别在乎这一拆一遇的，都是身外之物。你们说，眼下是什么季節了？冬天过去了，已经開春了。冬日，萬物蟄居養息。眼下已是春天了，把眼睛放亮了，到處都是機會。大王，王后求見。讓他進來。是。大王。王后有事嗎？臣妾聽說函谷關戰事吃緊，大王運籌帷幄，日夜操勞，心神交瘁，臣妾十分不安，不知是否能替大王分憂。後宮千頭萬緒，王后已經夠辛苦了，前朝之事就不用王后分心了。無論前朝後宮，眼光見地均是第一位的。臣妾過去見地不足，料理後宮捉襟見肘。聽說承明殿策論堆積成山，羋月幫忙幫着翻閱分類，仍是左支右絀，臣妾愚鈍，願效犬馬之勞。王後的意思是，大王珍重才學出眾之女子，臣妾作為大王之妻，後宮之主，理應不齒相師，研讀策論，提高學識。疏而不才，望大王諭懲。王後勤奮好學，寡人自當成全。多個人手，多把力氣，你與羋月共同研讀策論，定能相互切磋，相議成強。謝大王。王后，請。珍珠，給我。妹妹，這份策論講了一大堆詩書禮樂教得好，可又講了一堆清靜歸隱安貧樂道。這世子說他是儒家，可我看他反倒像是道家。儒學中有多個學派，我想這個世子推崇的，該是儒家中的顏氏之儒。顏氏之儒。掛上牌子，勿因之而動之，法天地之始，萬物自然。甚至不得不然而為。都2個多時辰了，我也真是有點乏了。珍珠，你去給我們姐妹烹壺好茶來。是。姐姐乏了便歇一歇。這些策論讀起來雖都新奇有趣，但分類卻是個心細的活，急也急不出個所以然來。那我可就真歇歇了。嗯。
父王，出何事了？大公主有难了。